贤弟啊，你还这无胆呢？看一个雷公声就惊到安尼，免惊啦。这是有原因的哦。我伫咧补衫，补好才来。你家己也晓补衫？哎呀，当天伫咧教我衫若无补，哪有衫通穿的？哦，娘呀，你搁真熬安怎？哎，莫笑，凊彩啊，凊彩。我看卖。贤弟啊，安尼算真够，你是伫笑啥呢？哎呀，来啦，占爷来，我替你补。替我补？啊，咱拢是共款啦。我看你也是顿骹顿手也袂比我较补较水啊。嘿，你都无定着，无定着我补的比你较好看。贤弟啊，你看，恁的补遮水咧，比查某囡仔补搁较水啊！人甲你斗天衫，你反倒转讲话，搁伫咧骗我。贤弟，对不住，有影失言，贤弟，请你莫生气。
贤弟，啊，你啥物咱毋行咧？娘兄，你看，看啥物？看迄个高盆啊！哦，果盆有啥物呢？娘兄，因为何有巧？唔知呢，因是婚爱夫妻，只有山盟海誓，生同生，死同死，这叫做死后葬到阵啊！这也是叫做夫妻合葬。我明白啊。迄个恩爱夫妻哦。贤弟啊，叫声的应代啊！讲小弟，你我的兄弟啊，非夫妻的。娘兄，你我结拜，证明说咱的感情是较好。兄弟到底哦，是兄弟，兄弟怎比迄个小妇啊痴的？因死来当死啊，可是死当死。我嘛要甲娘兄你当死。莫再胡言咯，又乱语。今仔日是清明伫大草青，贤弟啊，你句句的言语是不吉利啊，比成夫妻哦，竟会不义。哎呦，娘兄的不该呀！容易，我的心思啊，已经不知啊。贤弟啊，你看前面啊，迄个风景美，唔通点焦。加在啊，加在有这个山洞，互咱比哩。若无，两个兄弟拄男一个拄变落汤鸡共款。是啊，三月这个天气实在是真歹，拄则讲啊咧出日头，目一个日出落大雨啦。兄弟，我看这阵吼无简单会停哦。
听到你要暗嘛，我若唔听，你是要安怎？哎呀，下弟啊，你还这无胆呢？看一雷公声就惊到安尼，免惊啦。天地你并非哦，如君彩，你兄的光空啊，为何来的？实在的事人啊，真费解。娘兄你何必来多疑猜？你啊，我人遐健康，这是有原因的啊。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阮从来大拜拜，地方的风俗，娘兄你唔知。每年写信有一摆，要办观音，拢由我应代。哦，原来就是哦。此原因为办观音去的写信啊。娘兄，你该专心来求上神，你不想坚定，想如人。将准毋敢看观音啊！刘兄，你看好听啊呢。啊，家早还袂暗，咱赶紧转来去。哦，你赶着咯吼。